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以你的大能，仇敌要投向你，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阿们。好不好？在今天早晨是我们的会员合会，我们要依然的在上帝的面前，要向他来敬拜，要称颂他的名，好不好？那跟着我一起说一次哈，因为我们称颂神的名，我们要称颂他是美好的神，阿们吗？好，所以当我等一下说一句，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真好，神真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一次，神真好，神真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你预备好今天一起来敬拜他了吗？好，预备好了，让我们一起从座上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先拍掌，将所有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欢迎我们的神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掌。是的，我们的神，美好的神，我们今天要一起开口来称颂他的名，预备好起来赞美他了吗？好嘞！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So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存到永远。一起对主来唱，是的，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再来一遍，单单对主唱，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现在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配是主，来敬拜，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好不好？举起我手来，拍手来说，来敬拜，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最后是主，我们来敬拜你，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宣告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You are the good。来掌一下所有的人，这位美好的神，是我们赞美，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神是美好的神，他也是圣洁的主，阿妹吗？阿妹，好吧，我们继续用诗歌来敬拜他。无论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用跳舞、唱歌，都可以单单来向他敬拜。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是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刻，我们要单单的来亲近他，神就要亲近我们。我们欢迎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耶稣，你是圣子的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
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耶稣，我要将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与天使一同来向然敬拜，好不好？有没有教会？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单单的要来高举他的名，要来呼喊他的名，要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好不好？邀请你单单的来对他来唱。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好不好？再一次说，是的，主，我们要高举你。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是的，耶稣就在这里。再一次说，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主，我们承认你是我们主。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再一次。刹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将荣耀归给至高的主耶稣。哈利路亚！是的，荣耀的君王耶稣，你就在这里；得胜的君王耶稣，你就在这里；死里复活的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主啊，我们要与万民、与众天使、众长老一同向你来敬拜。主，我们祷告，我们要成为那赞美的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教会，要成为那宣教的教会以及无墙的教会。主啊，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着那完全的自由。
让我们成为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单单荣耀归给你。我们将同心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咱三甲用四道圣经来三甲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典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这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今晚请坐。这是咱三个做来祈祷。神的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伫耶和华你所定的日子，我每一个兄弟姊妹，阮大人永远会当同心合意来到你的殿中，伫遮来阿罗，伫遮来敬拜。阮是何等是一个有福分的人，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你也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你也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你是到达拢在帮助阮的上帝。主，阮会当活着，阮就要来学了你；阮若回去，若要来称颂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阮来学了甲称颂的。主，阮感谢你啊！伫今早起，你永远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永远会当同心。合意来到伫主你的殿中，阮伫遮来敬拜阿罗你。主，今日阮永远也要召开阮油厂教会一当一处的会员会，你也互阮永远会当，大人会当刷开一切的垃圾，到主殿中敬拜你。阮会当感谢阿罗你，阮是满心伫遐来称颂你的名，多谢你互阮有这顶的福气。主，当阮将今仔日这场的好会对头到尾，拢要完全交托仰望你，求你高我伫阮主任牧师、当家牧师伊喙所要传讲的信息伫遮要互阮明白去通了解，互阮的教会的福音的要素是啥物，互阮大人会当注心伫遐来将你的中部。喙所讲的话，阮大人永远会当谨慎来去行，互阮会当行出真理的道理出来将你的神即时临在伫阮的会堂的当中，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奉献，咱大礼物来到主的殿中，咱请咱同工的祭司来受奉献。
日咱三个提供诗歌。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所有全奉献。亲爱的天父，我马上来感谢你，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的，拢是对你遐来的。我若要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你所守护的平安，甲无比的疼，也守护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逐人有得活着的气力，互阮会当用奉献来敬拜你，来回应你的疼。只是也恳求主，你有缘也感纳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今日伫你面前诚心的奉献，并且会加倍属伫阮每一个所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来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请咱每一个侍奉当工，咱斟酌来看咱所侍奉的时间甲日子。我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咱今仔9点是举行2026年的定期的好会，咱各场的礼拜有联合，咱副长嘛有伫遐转播。如果若主动无法度坐，咱请兄弟姊妹会当刷步到伫咱的副堂。儿童牧区的礼拜伫地下室，伫今仔日咱迄个广场遐，议员若会员到的时，会麻烦咱到伫遐来报道。咱今仔好会，咱的议案伫遐有要接入2025年的收支的决算，甲通过2026年的收支的预算，咱会当看咱好会手册第75页。好会手册，麻烦咱会当一号一本咱就好吼。咱若要有缘，第二要选派2026年的财务检查员2名，请兄弟姊妹为着今仔日咱本会逐种的因素、奉献的成长的目标达成，咱伫遐做伙来拍拼，甲来带导。第二，本会伫今仔日下晡5点。要举行侍奉者免礼餐会，地点伫林皇宫的餐厅是博爱路，遮咱的地点，咱的餐会的所在是伫5楼，伫5楼的全环球厅5楼全环球厅，请咱有报名的侍奉者准时会当参加，名单有公布伫公布栏，若有问题，咱会当请。接洽咱的迄个主任干事陈佩芬，若有登记要坐车的，咱遮的长辈麻烦请咱遮的长辈伫下晡4点20分伫教会遮集合出来。第三，本会定伫2月17拜二上午9点举行2026年的新春青社礼拜，本会。各县官队、社青、青牧区以及儿童牧区有要献诗，会后咱有地点的联谊，欢迎咱兄弟姊妹，咱来人做伙合家来参加新春的这庆团圆。第四，春节假期消息遮甲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一，2月15到2月22，早天的祈祷会暂停。第二，2月18，拜三暗时8点的。祈祷会以及2月21拜六的亲床的礼拜，拢有要各暂停一次，请咱留意。敬请兄弟姊妹咱注意一下。第三，咱对2月16到2月20农历的新春年假，除了讲2月17
迄个青社礼拜以外，咱的办公室是无上班的，咱是2月21拜六才有正常上班，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以上这个时间咱留意来配合。第五，本会定伫3月13拜五暗上6点半到9点半，以及3月14日拜六早时8点半到暗上9点，伫敬拜中心有举办专营经师营，对象是咱本会受洗的会员，文图学员必修，费用是500块，包括车费以及餐点费。请咱伫3月7日进前，若要参加用 QR code， 还是办公室伫遐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合作社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会议室召开理监事的，请理监事出席参加。以及这个领股息的，伫2月22日进前会当领股息。你若是无超过时间，咱就直接转股金。第三，也未领纪念品的，麻烦请带恁的迄个存折甲印仔伫3月7日进前，合作社伫遐领取。伊合作社2月14到2月日，因为拄着春节，所以咱暂停办公。所以请社员会当提早来写存款，或者是要行贷款的。第二，信望爱册房定伫今仔日以及下主日，伫教会1楼广场，甲伫咱的敬拜中心遐有卖福音的春联，咱请有需要兄弟，咱会当伫遐来宣告、来购买。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好，我们高雄中会教育部有举办抄写圣经的运动在2月1号若有报名的，3月初就能够领那个第2梯次的稿纸请记得到办公室来领取第二个就是第35届亚细亚访韩盛会，今年是8月2号到9号。这次主题是绝对感谢与复兴，费用28000，但是还要在祷告山的费用是$300，教会有补助的办法。要参加的3月1号之前，务必向办公室报名，包括要有护照的影本，还有缴交全额的费用。以上报告。那今天我介绍一位立问传道所关怀的一位黄进华弟兄我们拍手欢迎他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感谢主。好，以上报告。这是咱三个做伙来敬守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现在恁来看，我来强读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过几啊日，耶稣过入加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侪人聚集，地到无空地，连门口也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变随的，就近伊，世人跟伊来，因为人多，袂话近我，就伫耶稣店的所在，拆厝顶，互伊归空，就将变随的倒伫坡仔，坠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随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有几啊个经学师坐伫遐，心内议论讲：这个人怎样安尼讲啊？伊是欠权滥散，除上帝以外，治罪为赦免罪啊！耶稣心内连边知因有这号的议论，就甲因讲：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个啊？甲变随的讲：你的罪赦啦，也是讲起来。也你的坡仔来行，打落通较快。独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面有权通赦罪，就甲变随的讲：我甲你讲，起来，也你的坡仔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伫众人的面前，随时也伊的坡仔出去，直到众人拢戆影归荣光上帝讲。阮将来袂捌看见安尼生，阿们。
感谢上帝将耶和华授赐予咱。这是赞美，咱要请教会献歌队。感谢教会献歌队带来俄罗斯歌，这时讲到要请咱的主任牧师，今仔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教会复兴的要素。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定期的和会牧师来到佑昌教会，今天是第27次主持这个定期的和会也是最后一次，感谢主，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在和会牧师借着马可福音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想教会复兴的要素。我相信我们都渴望教会能够复兴能够不断成长，得救的人能够不断加增。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教会能够得救的人能够不断增加教会能够复兴起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之前我引用那个马克杜鹏说，教会复兴要有4面墙，就是要有圣灵的工作、祷告敬拜的同在，
要有门信，就是要有真理话语的教导。我们要有团契，要有合一相爱的关系。我们要有宣教，就是国度外展的事工。感谢主啊！这20几年来，大概牧师在带领我们的教会，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希望我们有敬拜祷告的动力，我们有门徒训练的根基，能够有小组牧养的方式，也能够有国度宣教的意向。这是在我们的合会手册第3页有讲到右章教会建造的4根柱子，这也是我们的策略。那今天的经文记载，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跟教会的复兴的要素很有关联。在加百隆，有一个房子，应该是不小的地方，耶稣才会选用那个地方，而且他到那个地方就很多人聚集，说门前也挤满了人，表示人是非常多。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被吸引过来？当然，最重要的，这里有耶稣在这里，有耶稣在这里就不一样啊，有主同在就不一样。很多人聚集在这个地方，甚至连门前的空地都挤满了人啊，因为耶稣在这里。很多人被吸引过来，因为有许多人听见耶稣的事，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就聚集要来见耶稣，来找耶稣。换句话说，有耶稣同在的地方，人就往那里去。弟兄姊妹，教会是不是让人能够感受或是体会到耶稣的同在？那耶稣同在的这个教会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式？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经文大概可以了解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能够真实彼此相爱。有一个摊子，这个摊子当不能来见耶稣，他不能走路，但是有4个。是他的亲人，是他的朋友，不知道，但是他们把他抬到这里要来见耶稣，因为人都不能进去这4个人甚至为了要这个人能够到耶稣面前，就拆了房顶把他从这个房顶上坠下来到耶稣的面前。这4个朋友多么爱这个人，多么爱这个人！为了爱这个人，要克服多大的困难，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但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爱，可能亲人的爱，或是朋友的爱，兄弟的爱，但是这个爱是从上帝来。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爱的化身。他爱世上所有的人，因为耶稣的爱所有的人。这4个人因为这样的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当然就是一个能够使主耶稣在他身上做奇妙事作的时机。因为有主在这个地方，有主同在。今天的教会就是要怎么样让人家感受有主同在。有人讲说，这个主日讲道都是人多，大概是这个牧师讲道不错。但是若是周三祷告会，很多人，那就是耶稣很厉害，因为有神迹奇事。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在任何的聚会、任何时候，都要让人感受到耶稣同在。所以我们在小组的聚会，有时候希望他们的小组是不仅是有趣，有趣就是感觉很有趣，大家喜欢来。有料当然就是有内容，但是最重要是有爱。你有爱才能够让人感受主的同在。
所以在福基教会有讲一句话说：有道无爱的福音是空炮弹的福音。有道无爱的福音是空炮弹的福音。但是有道有爱的福音就是能够引爆复兴。不仅要有神的道，要有神的爱。所以我们不仅讲神的道，我们要彰显神的爱。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有神迹，水会变酒，使人能够复活。有主同在，魔鬼他就发抖，他就吓跑了。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要吸引主的同在，在祷告中，在敬拜中，就是吸引神的同在。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强我们敬拜、祷告的这些动力啊，好像刚才引用那个马可杜盆，就是有圣灵的运行，有祷告敬拜的同在啊。耶稣能够在我们当中，耶稣不是在门外啊。这个是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是因着爱神爱人啊，神的同在，就有很多人能够被吸引来。第二个，他们经历到赦罪的医治啊，赦罪和医治。在传统的犹太人，大家都把人有病跟罪都连在一起啊。或许耶稣也看出这个摊子，他之所以瘫痪了，可能跟罪有所牵连啊。耶稣面对这个摊子，当然不是像江湖术士哈，他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不仅应用赦罪的权柄啊，他应用这个赦罪的权柄，其实是一个治本，不是在治标而已。因为人最主要的是罪的问题啊，罪得赦免比病得医治更是重要。许多时候罪得赦免了，他的病就得医治了啊。所以耶稣看见这4个朋友带这个人来，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哇！耶稣先用赦罪的权柄来赦罪啊，使他的罪赦了，然后他病得到医治，他就回家。耶稣不仅赦免摊子的罪，也医治他的病啊！他要让人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赦罪和医治啊。当我们因着耶稣彼此相爱，互相赦免，有时候也会带来医治。很多的疾病是跟你的罪有关系，很多的疾病跟你不赦免也有关系啊。但是因着耶稣的同在啊，使这个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病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很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三个，我们从今天经文看到他们同心赞美上帝啊。这个摊子得医治后，就拿着这个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哇，他就把这个他的褥子可以抬起来，表示他已经得到医治。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把荣耀归给神，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是高举神的名啊，好像我们看到啊，在使徒行传那个生来瘸腿的，因着彼得跟约翰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上的耶稣名，你起来行走。这个人真的就他的脚楼就好起来，他就能够又唱又跳来赞美神啊。人得到医治，一定是大大的赞美神。我们看过在韩国去参加访韩盛会，特别他们都会放那个影片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赵牧师到了应该是共产的一个国家，应该俄罗斯哪里，有一个人坐着轮椅来结果他被医治了把整个那个轮椅可以举在手上，这样在那边跑，哇，那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多么的惊奇啊！竟然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过去是坐轮椅的，现在把轮椅整个都抬起来了。所以
就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赞美上帝，边走边跳，边赞美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许多台湾的教会大概都已经都有接受敬拜赞美，大部分很多都可以接受这个敬拜赞美，因为敬拜赞美比较活泼。今天我们看到小朋友在台上跳我眼光很注目那个最小的那个，哇，那个这么小，但是他真的是跳得跟有模有样一点都不输于大人在跳我们看到连孩子都可以在那边跳起来赞美神，哇，这个我相信神非常喜悦，我们人看了会喜悦，神呢一定很喜悦，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无论是大人小孩，无论是男是女，大家都能够活泼来敬拜神热情来敬拜神我们的神是热情的神，他希望我们热情的敬拜，不是冷冰冰的。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希望是热情的，冷冰冰的人没有人会想要亲近。我们的神是热情的神，所以看到这样的敬拜，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复兴的指标。若是有一个教会敬拜是那么喜乐、那么活泼、那么热情，这个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感谢主。但是我们当然也要不只是注重诗歌、乐器、和音、仪容、外表的外在的形式，因为倘若久而久之，它也会变成一种传统。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且这是同心敬拜，大家是喜乐的敬拜这样的一个敬拜有耶稣同在，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起来。这是第一个，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有主耶稣的同在。第二个在这个地方，因为有道可听就是有真理话语的教导马克杜本在讲有真理话语的教导。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文，他把教会怎么样定义？他是主要以话语为中心，教会就是讲上帝话语的地方，教会就是听上帝话语的地方，教会就是行上帝话语的地方。很简单的定义，但是教会就是那听那讲嘛得爱听嘛得爱行有听无去行，亲如开花无结籽我们唱那个诗歌就是这样在教导我们。我们不仅要传讲神的话，我们要聆听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其实我们的礼拜设计大概就是应该这样在马可福音第2章2节这样说：当人聚集过来，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所以耶稣也是要讲道，讲道在先，然后医治在后。人有神的道在里头，人就有信心，人就能够接受耶稣他的权柄就在他身上能够实现出来。所以讲道是很重要，因为那个你要让人家来听到，就有人讲道你要有人听到，他才能够信道，信了道，他才会把那个道行出来他才能够经历神主耶稣他在这世上有医病赶鬼，许多的跟随者当然会聚集过来要看神迹，但是最重要他要传扬神的道，要有神的道。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要神迹，我们更要有神的道。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我们要有神的道，有神真理的道进入我们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像圣经我们读到阿摩斯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人腰不是无饼通吃，人嘴巴不是无水通啉，是无上帝话通听，听不到上帝话，听不见神的话是听不见了，还是
没有听进去，听不下去呢？这个是人。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单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初代教会能够兴旺起来，就是因为上帝的道兴旺起来，所以门徒增多。连那些原来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他们也信从了这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盼望能够复兴，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还要行神的话。那这样的教会一定是能够复兴。上帝重用的仆人这个 Stoddard， 他在当代讲道艺术这个书里边说，一个没有道听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神是用他的话来苏醒、喂养、感动、指引他的百姓。所以我们非常盼望说，无论是牧者，无论是我们的区长、小组长长老、执事，我们所有在传讲神的话的，我们就是一个上帝话语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行出来，我们讲的道才有能力上帝的话不只是单方面，也是有时候是双方的有人去讲，有人去听，有人去行倘若讲了没有听听了没有行，那当然这个讲也是白讲。所以我们也要常常为教会的礼拜，为教会的讲台祷告或是为所有的聚会祷告，无论是周间的聚会、祈祷会、小组的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竭力在上帝面前做蒙喜悦无愧的工人，能够按着真理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们掩蔽一些世俗的虚谈，我们要传讲神的话，好像主耶稣一样，他不像文士，他所讲的话有权柄其实这个就是要真的是真理话语的教导，我们要传讲神真理的话语。我们在所有的聚会当中的中心，就长老教会来讲，中心就是神的话语，那个中心核心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定义教会。我们都听过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他讲道很有能力感动很多人来悔改信主。其实他每次讲道就是有很多的代祷者所以他在地下就在那个讲台下面就有很多人在那边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教会能够有道可听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聆听，我们要去遵行因为唯有神的道可以改变人，唯有神的道能够带领人走向一个蒙福的道路。弟兄姊妹，彼得对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所有的聚会当中都能够听见神的道，有人听了，有人去行了，真的经历神的，我相信就会吸引人来跟随主。第三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神迹里面，就是有人愿意付上代价。我们知道这4个人是付上代价，任何东西都要付上代价。教会能够成长，能够复兴，得救能够加增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是有人愿意付上代价，有人付上时间，付上精神，付上金钱，真的是付上代价，付上代价，要有人愿意付上代价。弟兄姊妹跟随主的人很多，但是每一个人到底神要我们背起什么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要付上什么代价？你可以付上什么代价？
我们看到这4个人真的他们有爱心，他们愿意付上时间、付上精神、付上体力甚至蔡了务庭可能要被骂可能会被指责，可能要赔偿要打官司各方面，但是为了爱这个人，使这个人能够得着医治，他的爱心何等大，他的爱心何等大！弟兄姊妹，你愿意付上这个爱心吗？第二个，他们同心这4个人要一起做事容易吗？不容易。我们在办幸福小组可能副长带领4个同工、3个同工，4个人要办一个幸福小组不简单大家的意见能够一样吗？大家的看法能够一样吗？我可以我可以舍弃一切的我自己的成见吗？我们可以同心协力来做成这个工吗？这4个人一定要同心，不有一个不同心，他就半途而废了，他就抬不到那里了，功亏一篑了3个人要抬这个人是不简单的，要4个人抬3个人就困难他们能够同心，教会一样也是要同心。我们任何的无论是最小的幸福小组，到我们的细胞小组，到我们的牧区到我们的今天的圣歌队、妇女圣歌队、教会那个双联圣歌队，或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敬拜赞美的团队，各个所有都是要有同心，要同心不容易。我们的长执会倘若能够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夫妻若同心这个污泥会变成黄金夫妇若同心乌土会变黄金这是确实。第3个要有信心奥古斯丁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而信心的报偿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相信看不见的是一种冒险，但是经历无法想象的这个神迹能让我们经历无法想象的一个神迹我们看这个4个人，他们因着爱心，因着同心，因着信心，抬这个人来耶稣的脚前，得到医治了。我相信这个神迹给他们最大的一个回馈真的他们心满意足。我付出的都是值得的，我付出的值得的那个得到的那个回馈可能比付出的更大。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不仅有爱心，大家能够同心，而且有信心。我相信教会必定是一定会成长，而且也会复兴。我相信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很多摊子，我指的摊子不一定是肉体的摊子，是心灵上的摊子。他可能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之下，在社会的竞争之下，很多的人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很多人需要人家帮助很多了在灵性上软弱，以致他的心理忧愁的很多了我们若是能够像这个4个人，能够有爱心，能够同心，有信心来帮助他，我相信这个人就能够经历神迹，他们的生命就能够好像这个摊子可以起来赞美神盼望我们今年2026年可能我们教会一直都有许多的这些系统或是策略在进行，但是无论如何，各位有主同在很重要，有道可听很重要，我们能够愿意付上代价，这个都是关键的要素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真的渴慕神的同在，常常传讲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愿意付上我们应该可以付上的代价，
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生命，我相信很多人会看见耶稣，很多人被吸引过来，这个教会就不断能够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召开和会，盼望我们教会不是过去成长，未来要更成长。不仅我们过去有经历过好像复兴，这个复兴是一个进行式，盼望是不断的，主啊，不断超越的，主啊，让我们的领袖们也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更多的愿意让主的爱充满，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引导，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虽然微小，但是我们愿意献上，就能够让主使用，而且当我们同心被主使用，神迹必定会发生。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必定同在。我们相信教会我们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大大的彰显在我们当中，使右昌教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有见证、有名声，我们也能够更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更大的提升，能够投入国度宣教的事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过去2025年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们也将2026年，我们用祷告、用信心来迎接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神要兴起的人，似乎我们所有爱主的人都能够被主爱，他们也能够真的用主的爱真诚去爱人，使更多人和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这条要来召开2026年定期这个和会，所以咱要和会之前，咱大声来吟圣诗哈。圣诗257首，圣诗257首。求主分享教会，有吗？我们等 PPT 一下哈。PPT 有歌词吗？求主分享教会，村里关灵圣手，用你活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咱吟第一节就好，咱坐咧吟，求主分享教会，村里关灵圣手，用你活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第一个一遍，求主分享教会，村里关灵圣手，村里关灵圣手，用你活命有力的话，用你活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回顾2025年，祝你稳定的带领，祝你的祝福，祝你的保守，祝你圣神甲阮的同在，也互阮若平安经过，阮更加丰盛。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一切的平安，一切的丰盛就临在伫阮的当中。这条阮要来召开2026年的信徒会员和会。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恳求主你赐福阮，也互阮会当恢复起初的疼，也互阮会当点倒复兴的火，也互圣神的恩膏甲能力继续伫阮油厂长老教会来
来进行。主啊，求你帮助阮，也互阮会当常常来建立一间学老祈祷安息，互人无像的教会。主啊，也互阮会当伫教会起造的策略的下面，阮会当来增加敬拜祈祷的动力，阮会当来深化门徒训练的根基，阮会当来落实小组牧养的方式，阮也会当来扩展国度宣教的意向。主啊，这是你伫阮的当中所定定的这个目标。主，互阮正兄弟姊妹，阮会当这个标来跑走。主啊，当阮努力进前的时，主，阮必须爱用祈祷交托仰望，也互主你的话，毋若伫阮的心内，毋若阮听，毋若阮讲，阮阁会当行出主你真实的真道，才会当互教会带来复兴。主帮助阮，接下阮要开始来报告伫2025年一切的教会的教世概况，以及各机构各团体所有这事工报告，求主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会中，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点名，我们目前我们在籍的会员总共有971人，请假的会员253人。不可抗力的会员111人，法定应出席的人员人数是607人，实际报到出席会员的人数是310人，我们出席率达到51.1%，超过法定出席会员人数。请议长陈娟牧师宣布2025年定期和会、2026年定期和会成立。好，我们拍手感谢主，让我们今年的和会能够顺利召开啊！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和会是不容易的事。我真的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和会好像是我们一家的大事哈。有的人可能是没有那么关注，但是我们成为教会的会员。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哈。好，那我们这个和会手册若是有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首先第2页会有把长老教会法规当中对会员和会，我们会做一个刊登。会员和会做什么？当然要听取除了小会跟中各个单位的。无论是事工、财务的报告，那我们教会也有把可能年度的一些计划会列上。最重要要听查账员的报告而且要选查账员，表示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所有的支出都是非常公开透明可以检验的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要接纳我们今年的。去年的结算跟今年的预算，因为教会不是牧师说了算，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小会，弟兄姊妹，为了我们这教会的目标，我们要同心来承担，我们通过了不是说通过了没有关系牧师你去承担了，长老去承担了，这不是，我们一起来承担，弟兄姊妹一起来承担。那教会要选举牧师长老执事，那都要和会我们之前才选过，甚至要处置不动产，像我们要购买千峰的和会，那个什么那个礼拜堂那就要和会。感谢上帝，和会就是让我们大家这个和我觉得很有意思呢，这个是好像大家有饭吃了大家有饭吃，但是大家也都要来一起做工了我们能够和和气气，而且能够很同心，教会就会复兴，教会就会兴旺这个是长老教会和会，这个设计师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要1/2以上的会员出席，不然的话，
真的我们就开不成哈。感谢主。后来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的组织，我们的有参与各样服事的这些同工的名单都有刊登在这里。那牧师今年讲的这个信息就是教会复兴的要素。我们翻到18页哈。对不起，那个我忘记那个请那个书记上次的那个议录要先读。好，我们来宣读上次的议录。2025年定期会员合会议事一，接纳2024年收支决算暨通过2025年年度收支预算决议。一，同意接纳2024年收入决算为2398万6084元整，支出决算为2282万0287元整。2024年结存金额为116万5797元整。二，通过2025年收支预算2453万元整。三，由邢贤珍姐妹提议接纳和通过，由康顺霞姐妹复议，经会员表决同意接纳2024年收支决算，并接纳2025年收支预算。二，选派2025年财务检察员2名。决议一，由严聪辉弟兄提议柯亮进弟兄、蔡美惠姐妹复议。二，由谢水仙姐妹提议林雅琪姐妹、郑慧欣姐妹复议。三，由何荣忠弟兄提议王永福弟兄、刘慧明姐妹复议。四，经会员表决同意王永福弟兄167票，柯亮进弟兄117票，为本会2025年财务检察员。以上。好，我们有听到这个上次的合会的议录，应该是非常清楚哈，非常清楚。我们也是需要多做那个接纳哈，我们接纳这个议录了哈，这个议录哈，然后我们现在就马上要进入到报告啊，这个报告我们首先是18页开始哈，我们的教室的概况、小会跟长执会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所通过的一些决定所办理的事项，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看的人事的办理、财务的办理、行政的办理这个所有的事项对外的补助、奉献或是围绕举办各样的活动，都在这个地方而且到29页，我们大概这5年当中各项人数聚会的统计都会刊登出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概况大家可以参考感谢主，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有稳定的在成长当然我们很多是有时候会上会下都会。那在30页就是教会礼拜小组受洗的人数，还有我们举办各样的福音茶会、幸福小组场次或是小组或是人数都有刊登，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年跟去年到底是如何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牧师在33页会数字背后的意义，其实应该大概就是很清楚把我们的状况说出来我们的礼拜人数
其实从2024年是开始都有成长。那2025年的平均人数723人，有小幅的成长。但是我们从数字就知道，幸福小组我们的 base 的受洗人数、落户人数都是下降。那我们这个是发展的警讯啊，可能是大家冲刺后也会疲乏，要重新得力，要重新调整啊，再出发啊。盼望我们所有的牧区，我们的小组，可能是要重新再做一些调整，或是要怎么样重新得力。那这个是我们一起要祷告，希望我们也彼此勉励啊。那今年的聚会人数虽然小幅成长，但是都是在第2场的华语礼拜但是无论是敬宗的华语、青年的礼拜、儿童礼拜，其实都衰退。那问题是在牧养上，或是在策略上各方面，我们也可以去做检讨。弟兄姊妹，我们关心教会，那我们也为教会祷告。可能我们也有什么样可以反映的，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年轻的世代是的确有一些不容易不容易。可能不像我们长辈忠诚度那么高，也不一定可能现实感再强一点都可能那我不知道。但是这时代本来就在变化，那我们要为我们年轻的世代更多祷告更多的关心。那第3个就是我们的周三祷告会跟早祷会，其实我们都没有提升，下滑。那其实我们都需要去检讨，可能牧师要检讨，但是我们的教会长子、小组长、同工有没有看重，有没有在参与，那也是都值得检讨因为教会是大家的事不是谁的事牧师不可能挑起所有一切，不可能叫任何东西都起来，其实是大家努力的成果第4个，2024我们的受洗人数少了很多，落户人数也减少，福音差会也减少幸福小组也减少这个是表示我们布道力正在衰退正在衰，或是疲乏，我不晓得。但这个求主提升我们布道的热情那可能我们要更扎实的牧养工作，因为牧养工作没有做好，栽培工作没有做好，可能布道工作久而久之也是做不起来。牧养他没有受到好的牧养他不能成长。好像孩子我们没有把他教好，他将来没有好工作，他找不到工作，他生活有困难，这也是很正常。所以教育、牧养这些栽培都是很基础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能来看重第5，2025年的各项奉献数据经常会我们的11奉献跟感恩奉献都成长。11奉献是我们教会最好的一个财务的根基，佑昌教会在这方面有成长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做11奉献，做11奉献对教会的成长很有帮助。一个国家若是财政不好这个国家要发展困难。那我当然期待弟兄姊妹不仅参加聚会，也能够奉献。我们有时候说，人家在我家办喜事你要来参加有的人是人也没有来，钱也没有来；有的是钱来，但是人没有来；有的是人来，钱没有来。但是当然，这个办喜事的家庭最希望的是什么？不是人来，钱也来。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牧师在这里27年我也可以做见证。其实我从我服事开始，其实我对任何的聚会，我大部分能够参加，我都会参加虽然可能是不是我一定要参加，绝对要参加，但是能够参加尽量就是要参加，也要奉献
那这个教会若是大家都尽这样的一个本分，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理由不复兴。但是大家都是把教会看成这个，可能期待别人来聚会，期待别人来奉献。那这个教会你想想看就知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家尽力，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很多方面在成长，而且我们愿意给人都要奉献很大成长，这个在上帝眼中一定是给你按赞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你为主所付出的不会是徒然的，神一定会纪念你，神一定会加倍赐福给你盼望我们教会在这一年，我们同心祷告，携手向前，盼望聚会人数也能够提升，奉献能够达标，盼望教会是我们教会能够成为祝福在这地。2026年有上帝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在我们走过的路径中，都地下满满恩典的自由，因上帝赐我们。这个是牧师做一个对整个教会教士的一个解析那最后我们也有对外奉献的这些明细表，总共我们对外奉献2947615元，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恩典好，我就把整个教会的概况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马上我们到35页看奖学金的报告。那奖学金的报告我们在去年我们滚存金是77900元，那我们有奉献79000元，那整个有礼券跟商品6万多所以我们总共有217529这是支出的部分那收入311220元所以结存还93691元那我们是感谢主教会可以借着圣日奉献帮助鼓励这些孩子。我们对孩子的鼓励看起来是应该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是最棒的，我们的孩子是最有福的但是孩子有时候现在孩子不知道珍惜其实他们都可以得到奖学金，他们可以得到更多，但有人不看重。我们最多可以得到一个孩子可以得到5000多的奖学金，那国小还可以得到2000多应该至少2300块。那我们是靠着生日奉献，弟兄姊妹，你们生日的时候有接到100块的前年礼券有接到，但是我是期待你奉献1000块。现在里面都装了一个奖学金的奉献袋，对，给你祝福是很好，给你祝福是很好，而且有上帝的话，但是也是要唤起你来关心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借着这个奖学金要祝福他们。真的我们都不够，结果都是我们儿童牧区用不完的钱再拨进来，不然是教会拨进来。我们真的很期待弟兄姊妹生日的时候献上感恩，这些孩子就有福了好，换到36页建筑基金请是方长老来报告建筑基金方长老你看我们的建筑基金感谢主以前很多，现在已经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手册的第36页建筑基金报告。感谢神，让我们在去年很顺利的购买到清风教会的那个房子。神的带领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去年年底也将贷款一并都完全还清我们感谢神。那会计的报告我们自己来看那去年的收入全部是9997000元，
支出的部分清风购堂我们是2050万，加上中介的费用还有代书会费，一共的支出是20755115元。加上我们前年113年度的滚存金，114年的结余，目前有302590元。以上报告。好，我们拍手感谢主哈。这个最值得我们签了，我们本来向护士社借款600万，但是去年12月全部还清了无债一身轻那我们要再继续存钱盼望能够完成下一个我们要完成的一个目标好，职场基金我们请刘长老。好，职堂基金在这里做一个报告那当时候我们会设立这个职堂基金呢，就是要回应这个主的付托，能够将上帝的国的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呢，这个基金呢，我们只能够用在职堂如果教会的经常会或者是任何的这个事工费用，通通不能够用这个基金去使用，必须用在职堂。那我们教会有几位爱主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每周每月他们都会固定在职堂基金所以呢，在今年度呢，我们总共的收入是2732851。那2024年呢，那时候有剩3219080块那因为我们去年确实有职堂就是我们的这个清风教会，所以呢，我们有把部分的这个资金呢就挪到那里去那当时候整个一挪，包含建筑基金也全部用完，还不够当时任内的10位长老，每一个人都背了这个60万的这个负债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互助社借的这个600万然后去支付整个这个购物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清风教会购物没有向银行任何的贷款有就是互助社人讲手盘手背拢是肉啦意思是说如果互助社当然互助社我们需要支付利息，但这个利息呢也利益在我们整个这个互助社员。那互助社员呢，大部分呢又是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所以呢这个肥水没有流入别人田就是通通留在这样子一个使用那感谢主因为我们大家有唤起这样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们借也没借多久，所以当时任内的10位长老，请你们放心，我们都已经还完了都已经全部还完了。因为互助社的这个借款需要有担保人没有担保人是不能借，当然也有个人的这个信贷啦但是这是属于互助社那边的这个规矩跟办理。那感谢赞美主，就是那我们在经过整个2025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到了2025年的12月31号，我们的结算这是到2025年12月31的结算，我们目前还剩1016857元，荣耀赞美主，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职堂基金我们仍然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我们要补助我们清风教会这样的一个职堂的事工5万块，中会相对也补助他们5万。那这个是第一年5万，第二年4万、3万、2万、1万，盼望5年能够自立。那我们会逐步减少。那今年我们仍然是每一个月要支付5万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你也可以，我们每一个人奉献一点其实积少成多，就会可以成为很大的一个祝好，宣教基金我们请洪教吗？洪教执事好来，我们请温洪教执事来报告宣教基金，翻开38页到最后这个账是在40页。
宣教基金来报告，因为我们宣教基金有很多的施工，包含了对外奉献，还有研习，国内跟国外，还有一些宣教的有关于宣教的一些支出，还有更多的是短宣，还有全能更新营，还有校园施工以及海外宣教。我来那个会计报告，我们去年的跟2024年跟2025年的收入总共是1174589块，还有支出项目自行来参阅，所以它的支出共有966855元，所以结存还有207734块。以上报告。好，谢谢。我们拍手感谢主。其实这个宣教基金是我到右昌教会牧会设立的第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我是觉得是神基，神基的基金。我们从小小的奉献不是很多，但是真的培养很多宣教人才。我们也推动很多的宣教事工，直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支持长宣，这是不简单的事情，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但这个宣教基金至今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剩下20万，就知道这个基金今年是很大的挑战请我们也祷告为此奉献。好，急难救助基金，我们请方位执事来。我来报告急难救助基金啊。那我们急难救助基金呢，它是临时的急难，就是一次性的那个救助，所以它不是那种永久性的那个一直支援的救助。然后我们去年的滚存金剩1066186，所以今年的收入是去年的收入是264155，所以我们到目前我们的支出呢，都是用在那个捐血或者那个救灾，还有圣诞爱无限的用法，跟以及一些教会里面有很需要临时的急助的救助的都是以2万为主，这样来补助他们。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结余就是1016054元以上。好，感谢主，我们拍手，感谢主。急难救助基金我们感谢上帝了我们教会申请急难救助的不多，反而我们在捐血救人的活动、跟救灾的活动、跟整个我们楠梓区这样的一个比较救贫的活动都借着我们的这个基金发挥功效感谢大家的奉献好，换到42页是李底亚爱慕基金，我们请锦绣执事来报告我是各位长子会有。吕底亚爱慕基金，它的宗旨是为了效法吕底亚爱慕的精神，它是协助神学生跟牧者的家庭的子女培育所以我们设立这个基金，所以我们这个全名是右昌教会吕底亚爱慕基金培育基金。那我们看会计报告，我们去年我们的会友奉献是56305元。那支出的部分有神学生的补助，就是我们有2个神学生圣阳跟那个文师，他去我们等1个学期是补助15000，让他就是神学生的补助款3万。那还有一个支出菲律宾学生补助款是 Fred 跟 Catherine 是他太太有18万，可是这个补助我们到今年就长执会有通过就是截止所以支出的部分去年是21万，那我们加上前年的滚存金，所以本年度的结存是27192元。
爱慕基金也是需要会友的继续关心、奉献跟带导，因为我们有神学生哈，鼓励年轻的孩子去从事这样就是为神来活出然后来读神学院，所以我们继续来为这个基金来带导跟奉献。以上，谢谢。好，我们拍手感谢主。这个爱慕基金其实最早是因为我们教会出身的林英清弟兄哈，他有一笔钱他要奉献我是觉得他可以纪念他妈妈过去是很爱牧者很关心牧者，所以李底亚也很关心牧者，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基金后来都帮助这些神学生，其实已经帮助不少的神学生，他们都已经受到帮助，毕业现在去服侍了现在还有2位还在就学中，我们也帮助菲律宾这个牧者的孩子来这里帮助很多年那到今年才为止，他也要从高雄大学毕业我们感谢上帝小小的奉献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好，我们就换到各牧区第一个就是松联牧区，我们请谢宝林区长来报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松联牧区来向大家报告。我们的财务就请大家看一下。最重要的是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能来参加松联牧区的小组聚会目前假如还没参与小组的，真的欢迎你们可以来多多参与聚会，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松联牧区、松联圣歌队还有真爱灵关怀协会预定在3月9号星期一有一个活动是春天赏花去一日游，目前还有12个位置，假如弟兄姐妹们有兴趣和我们一道去赏花的话欢迎你们这些财务的话请大家参与一下谢谢。好，我们拍掌，谢谢我们的松联牧区台湾进入超高龄的一个社会超过20%是65岁以上，欢迎我们长辈真的来参加松联圣歌队，或是我们真爱林，我们长辈在那边非常的快乐很多的活动，欢迎来参加欢迎来参加。我们也盼望能够借着真爱林社区的这些长照活动外面人来，我们参与，我们也为他做见证，关心他，他们也会来信主希望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感谢主。好，我们接下去成人牧区，洪牧师脚今天有一点真的车祸之后的后遗症还要现在拍摄成人牧区在去年当中有一个突破，就是我们有举办情侣乳的敬拜，连续了这样的几周的敬拜见证，也让兄弟姐妹也经历神。那我们也盼望在今年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那个小组长的设立还有小区长设立。我们有一个新的小组长的设立，就是张佛峰长老是我们成人牧区新的设立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小区长的设立呢。那我们也看到后面我们有招娣长老，他有带小组他有周一一个小组，周六一个小组。我们维仁长老也带2个小组一个周3晚上，一个周4晚上的2个小组所以我们的成人牧区我们看到平均在聚会当中，如果你看46月，我们都是5个人以上聚会所以也期盼我们大家兄弟姐妹为我们的成人牧区来祷告来加油。那今年呢，我们也新的一个突破，就是成人牧区的聚会，我们有一个中央工厂的产生，
就是中央工厂就由我会每周会产生一篇讲道篇啊，给所有的小组分享。那其中也有题目分享，也有填空题，一边分享啊，一边听，一边写，增加一些记忆力。那我们也在这个月2月26号到28号，我们有小组长的3天2夜的退休会，也盼望这样我们再次来小组长的灵修各方面的凝聚力啊，各方意向的传递，让我们成人牧区在不管是布道也好，在彼此的关怀也好，能够帮助我们。那成人牧区在3月7号，我们就在下个月有举办一个医学讲座。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夫妻相处当中，总有一些口角或一些意见的不一样。那我们也安排了一个7月18号一个婚姻讲座。那我们9月也办一个牧区一个对内的一个活动，联谊活动，也盼望这样在成人牧区的活力、向心力跟布道力都能够提升。谢谢大家。好，我们拍手，谢谢成人牧区欧牧师他们的用心跟所有的小组长的努力哈，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也鼓励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加小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哈，我们可以参与。来，接下去姐妹牧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姐妹牧区在47页哈。去年我们在1月的时候有到沙巴的短宣哈，我们有去做穆斯林的以穆斯林为对象哈，到3个地点去做短宣服务队哈这是很感谢神。好，这是记载在第3点，特别在后面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所有的去年的所有的服事哈，所有服事。那在最后的地方，我特别有姐妹牧区所关心的就是弟兄姐妹要能够常常读神的话，也一起读圣经哈，因为读神的话，然后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在教会的服事，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当中一定要不断成长，需要这3点。所以如果你们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能够参与在那个姐妹牧区里面我们姐妹牧区特别有一个区呼哈，这个区呼里面我们说姐妹是上帝的宝贝，姐妹是先生的帮助，姐妹是儿女的遮盖跟保护。所以姐妹，你进入到姐妹牧区里面，你就会找到很多好的朋友，就是属灵的朋友，一起能够在生活里面一起来鼓励。所以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只要姐妹你有问题进入到小组里面，就有小组长陪着你一起祷告。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祷告之后就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很多的神迹其实是透过祷告来的。所以我们鼓励姐妹们，家庭你成为家庭的妈妈，或者成为太太或者你在家庭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哈。所以你能够参与在小组里面，能够常常透过祷告，你就会来经历神哈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在小组里面一进来，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多的姐妹常常是在感恩，每个礼拜都在感恩。所以你只要进来，你就会学会感恩，而且你进入到姐妹牧区的小组里面，你就会常常感受到平安跟喜乐在你的当中所以你来了，你就会很幸福哦。好，欢迎姐妹们就加入在我们的姐妹牧区的小组，谢谢。好，我们拍掌，谢谢姐妹牧区也要服侍公婆，照顾儿女，还要服侍先生，但是他们在教会也有很美的服侍。社青牧区陈立文传道。牧师师母，各位长执弟兄姐妹平安。好，社青牧区报告。那去年因为文师他去读了神学院，所以他的小组就接续由松心怡小组长带领。
那感谢神，去年6月的时候，我们有3位被安立为小区长，就是庄信忠、还有林冠颖、还有黄玉婷。那也感谢神，去年6月我们有5位同工被安立为小组长，那真是很感谢神哈。有邱英玉、还有谢应慈、陈志珍、黄忍瑜跟陈心怡。那感谢神，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这样共同的牧养啊，是很感恩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年也继续的办理冠冕理财，我们去年完成第5届，那目前现在第6届正在上课的当中。那有一个姐妹她分享见证，让我也很激励我，很感动啊。她上完第4课啊，就是上礼拜，她上完第4课，她礼拜6啊就赖我，她说：“因为妈妈，请问我觉得我好像要开始11奉献。”然后他就问一些问题，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可以哈，就是有一个奉献袋，当然线上奉献也是可以的。然后他就告诉我，其实他也是去年才来到教会，他对那个奉献的那个不是很明白。可是上完了这4堂的冠冕理财，他知道所有的金钱都是神的，所以在上礼拜，当然奉献袋要传来的时候，他就是觉得那我就是拿100块。可是当他要拿100块红色的时候呢，就有个声音跟他讲说：“那你要奉献大张的。”他就觉得，这如果奉献这是比较多又没了。可是当他就觉得很想拿100元出来的时候，就又有个声音跟他讲说：“你要奉献1000元。”哇，他就是真的吗？就真的鼓起勇气啊，后来1000元就奉献下去。可是他礼拜2小组告诉我。哇，他礼拜1就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是突如其来，上帝恩待他，他老板就跟他讲说，你有一笔额外的奖金3万元，哇，他就非常的兴奋，但是他说，其实上理财课好辛苦哦，因为我们的理财课真的不简单哈，来都先跪着祷告，向神先感恩，并且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人都要背金句，就是背圣经出来啊，所以。他也觉得那个作业好多，我每个礼拜就一直在写作业。可他说虽然不是很喜欢，可是他说上这个课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很感谢神。他说上理财课以前，他每个月就是月光光啊，甚至是会不足。可他上了课以后，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好好的怎么样，就是要听主的诫命这样子哈，所以很感谢神。那我们牧区也第4年哦，去年12月第4年去送圣诞节的一个礼物。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真的对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感动哈，很激励我们。去年又送了109份的礼物到屏东的博大尼，好，就是每一份礼物都是我们社青的弟兄们去认领啊。当我认领一份，就在1000元以内。那当我们把这些礼物送到那个孩子的或是那些需要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哇，那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也计划明年就是今年底我们会继续的第5年来送圣诞节礼物。当然也有别的牧区跟我说，那他们明年可以参加吗？我说当然是可以。那期待我们明年可以到更多的点去送这个圣诞节的礼物。好，感谢神。以上报告。好，我们拍手，谢谢社青牧区，不仅注重读经、祷告、传福音，也去做这样的外展的关怀，好，感谢主。他们的理财课程真的助很多人。来，我们接着协兴牧区，我们蔡明佳传道。各位牧师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协兴牧区的明佳传道。那感谢神，非常首先我也非常感谢的是，在去年过去前年当中，还是有不少的之前都是同工到了社青年龄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的进入到社青牧区，那也会推迟掉就可能学青牧区的服事。可是就是在这2年，我发现到就是有一个变化，就很感谢神，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能大学毕业了，可是他们还是很乐意的来继续服事学青牧区，他们就对这个学牧是有负担的，所以他们愿意在牧区当中来参与牧养或者是侍奉的服事。那也因为其实真的每一个服事都是需要团队才能够真的走得更远，所以也愿神祝福加倍的恩典在这群所有的愿意参与在学牧的同工。那其次呢，很感谢神的是，在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发现到一个
明显的成长，就是学青牧区的奉献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因为我们在学青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常每次司理我们都会请司理好好的预备这个奉献里面所要分享的内容，然后去教导跟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明白奉献的意义，帮助他们即使在还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收入，因为他们是学生嘛，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收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去能够建立良好的奉献生活。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当中，那感谢神，昨天晚上青虫也破了我们这几年好几年是真的好几年的记录，我们昨天青虫竟然有破万，拍掌荣耀给耶稣，Amen。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可是这群学青他们能够这样子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再来在这里最后的也真的是再一次做一个邀请跟鼓励，因为在教会当中真的有非常多场的聚会跟礼拜或特会，那这每一场聚会当中是非常需要像大家看到这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服饰，就是我们有看到控台的服饰、导播、摄影、音控、单枪、灯控，那又或者是我们有这样每次都会有敬拜团，需要有这些的乐手。所以这些也不可能说就是从无生有嘛，就是也是要去开始寻找这群同工愿意出来服侍，然后学习，然后他们给他们服侍的机会跟成长的空间。所以这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栽培。那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在这里的教会的家长们都是可以在小孩还小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有机会的能够来学习这些。尤其我们发现最近的琴手真的非常缺哦，那个大家都常常看到恩雅对吧？对，就是常常都是他弹琴，所以很希望就是如果孩子们他们对音乐这边是有兴趣的，也都可以鼓励他们一起来朝这个方向前进。那其实我们教会这边也自然很愿意，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我们都乐意去开课教学。像我知道现在教会就有不少的家长送小朋友来找新可来学打鼓，然后我们最近年轻人这边也有一个他是贝斯手，他也有开办贝斯课程，就是只要愿意学他们都愿意教。那也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上半年有开办那个导播课程，也因为这样，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那个建章哥的建章子嗣的太太幼慈，她现在就是导播组的同工，非常优秀的同工。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神所说的，他使用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愿意的人。那无论是儿童、青年，或者是成人，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其实大家只要乐意来学的话，我们教会一定都会愿意来帮助大家学习，然后一起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谢谢。好，拍手哦！谢谢我们协兴牧区哈，协兴牧区哈，牧师哈可以预言都是预测了哈，趋势啊，他们今年会大大成长，因为奉献成长是第一个指标，因为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有奉献，他们一定会成长。OK， 好，儿童牧区。牧师师母、各位长职还有弟兄姐妹平安。儿童牧区在去年开始呢，就配合门训的课程，因为门训是上下半年各一次。那我们儿牧这边呢，也来举办了儿童戏剧班，主要就是不是只是演戏而已，而是老师是就是慢慢的教学，从孩子的肢体动作还有表情的张力，来让孩子去察觉自己的一些情绪。那也知道说，其实我们有一些生气可以怎么表达，或者是喜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表达。所以孩子们可以慢慢的发现自己他内心潜在的那个深处的情绪是可以怎么去展现。所以当他们展现出来，他发现原来我有这样的情绪，那他们在戏剧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更有自信的来表现。那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舞台，那所以在接下来去年我们也有表演戏剧，那今年呢，我们上半年在3月8号我们就有这个才艺发表会，会让孩子们在戏剧上有这样子的表现。那我们也相信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在儿组里呢，我们认识神也认识圣经，那我们从小就可以学习各样不同的事情，像是手作、音乐、歌唱、乐器还有舞蹈。像早上也有大家有看到一群小女生，对，他们在舞台上这样子的跳舞，这也是我们在儿组里面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操练与服侍。对，所以从小就可以服侍神，然后挑战自我，被神来扩张
孩子们的生命。那我们儿组的年纪呢，就从3岁开始，我们就可以参加幼幼班。那大班，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国小，小1到小6都是我们的族群，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弟兄姐妹的孩子或是孙子啊，你亲朋好友、隔壁邻居的小孩都可以来到儿组，我们一起在主的爱里来成长。那也感谢教会每年补助儿组的这个有这样的补助款项。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就是也看见儿组的需要，并且也认同我们每一位儿组的同工的服事与摆上。我们在2025年呢，儿组的奉献也有成长。那整年度的结存总共是253681，对，所以感谢主。那最后还是一定要非常就是邀请你对孩子有这样的负担，然后你非常喜爱小孩的，不论是弟兄或是姐妹，对，不论你的身份，不论你的年纪，对，都非常邀请你来到我们的儿组一起服侍，因为圣经上是说，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上，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感谢神。好，我们拍掌，感谢我们儿童牧区真的教导儿童。走当走的路他到老了都不会偏离。现在我们很多小朋友开始学习服事很多他们的恩赐才能都可以参与，盼望他们有好的根基带领教会为了有更大的复兴。好，我们现在牧区结束，进入我们的服事的团队第一个是松联圣歌队，我们请许灵美队长，最快乐、最喜乐的，真欢喜听规看无，听到实在非常感动阮就是松联圣歌队啦松联就表示65以上就会当参加松联不过大家拢歹势，歌声拢留咧家己唱，有咧 KTV 啦，实在讲啦，你著来唱圣诗，唱阮这样好优秀的指挥诗情，搁有真就神的话，上帝的歌诗。信息是要赞，非常赞。你若敬拜赞的，但是圣歌队无共款欢迎恁一定会当的人莫歹势老的少年，唔好食到7、8、10再来唱，已经安声音无介好。像我都70几啊呢，对妇女献歌队到即嘛已经经过风风雨雨长祈祷，唱歌会唱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该训练呢感谢主欢迎大家。伫65岁以上的兄弟欢迎你来参加献歌队，一年比一年搁较有主的听伫咱的当中尤其今年无共款的形式嘛，要伫咱的中间来显明。主真正听咱的教会，互咱教会有献歌队，有上的献歌队，而且10点以后是啥？乐龄啦，互你唱歌，也是跳赞美操，也是下昼的左右，哇！真是恩典满满，欢迎我们能够来参与松联圣歌队，加上喜乐充满的那个圣歌队，你知影咱有婚丧喜庆拢需要献歌队来给慰问，也是给祝福所以感谢主。去年的时阵到今年累计下来阮有存20,6117块，不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过多，也让我们愿意服侍的心。望上联献歌队带来大家年年有喜乐，代代有平安，还是感谢主盼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够枝叶茂盛，兴旺在神的殿中。我们的松联圣歌队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相信更多的长辈可以一起来投入来，我们的妇女圣歌队。郑美仪队长，牧师师母各位长子、各位弟兄平安。我要回应一下那个明佳姐的，真的我们教会的琴手真的很缺，我很感谢嘉华执事就是在我们跟那个素云前任的那个圣歌队，我们在配搭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琴手，那我的琴手他。去日本呢，去陪他女儿，所以我也少了琴手，所以那个燕琪来支援我2个礼拜。他说：“美仪执事，哇这样今天背背上来起来。”然后
在那个我们开长执会的时候，素云执事他反映了以后，没有想到那个嘉华执事居然跳出来搞完道协停，所以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如果你有那个钢琴这些音乐的恩典的，欢迎你也可以来服侍这样。然后刚才陈牧师讲的，不是讲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行上帝的话。我也呼吁姐妹们拍谁男生请不要来报名，请你们也可以来唱上帝的话我是底下这个练唱时间顶管因为打错了，其实我是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我是伫主堂，我练歌的时间是伫个主堂家，不是伫生活广场，伫遮更正一下。还有一个伫个第61页支出的项目事工活动支出，它上面有345281块。那为什么会这么多？是因为咱教会无妇女团契，咱有妇女献歌队因为阮妇女献歌队爱甲这个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来配搭，它一年有3个大活动，就是3月份的公祷日，就是为了世界的各国一个国家来祷告这样，然后还有5月份的母亲节跟12月份的那个圣诞活动，所以阮的这个事工的活动支出会较济，还有伫2024年，因为阮无办这个旅游，阮妇女圣歌队迄当2024年暑工较济，所以阮无办旅游，找无时间。阮伫2025年就是去年伫个这第13项的事工报告家，阮的同工有开会，就是1日游甲2日游，给阮通过了台东蓝皮号火车之旅。因为阮有2档做伙补助，一人补助3000块，所以阮去年的这个活动事工支出会有较济，所以伫遮特别报告一下，欢迎姐妹们。有感动的也可以来我们妇女圣歌队来服侍，感谢神。好，我们拍掌，感谢主。妇女圣歌队他们真的有付出，大家有参与现在好像人数也有增长感谢主。希望我们能够参加圣歌队的跟敬拜团不一样，但是我们教会都看重，不仅是敬拜赞美。其实我们的诗班也是很棒的服侍。来，接着教会圣歌队，徐素颖队长牧师师母还有各位牧师和师母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大家翻开和会手册第62页那由我来向大家做教会圣歌队2025年度的施工，还有会计报告。那在施工部分呢，我特别挑出了3项那首先请看第8项，在去年的这个8月3号父亲节主日，感谢主那天是由这个男性长职献诗感谢他们的仗义。然后也相信大家对那天的这个他们的不论是在带领敬拜啦，或者是献诗都印象深刻。那在此呢，我代表圣歌队要特别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让圣歌队可以又串起来。那还有就是也期待未来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呢，欢迎有感动的这个兄姐们可以组队来献诗，让我们听到不一样的一个赞美跟敬拜好，再来我们再看到第13项就是10月18号那天，我们选出了新的队长陈诗一请大家看一下亮相一下。那还有我们的副队长温凤娇执事好，那希望呢就是愿神的带领让我们的圣歌队越来越复兴，有新气象。那再来，我们看到第18项，12月25号那天是我们教会圣歌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这个中央公园圣诞嘉年华的这个摆摊的活动那我们是直接呢就面对这些市民我们直接跟市民传福音我们共有8位同工来参与
有虾花嘎无虾哈，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东西都全部送出去了然后也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哈我特别提了这3项，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也并我们带导哈。那再来就是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圣歌队哈，我们总共有3支圣歌队。我们是教会圣歌队，再来是妇女还有中年哈。那请大家记得，我们是教会圣歌队哈。我们是一支4部合唱，还有全年无休的诗班哈。那我们这支队伍呢，几乎都是上班族组成的这个队伍呢。那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我们大家都在休息的时间那每位队员呢都能分别为圣来练唱并且在每周的第2场主日用赞美的祭来献给神。那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加入。那请大家不要被这个圣歌队席这里的这个位置受限，其实它没有坐满那所以请大家，你真的是有兴趣有负担可以来加入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队员会因为身体的一个病痛，或者因为工作家庭的因素无法来练唱。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对歌曲的这诠释就不那么到位，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遗憾那所以真的是期待大家都能够来加入圣歌队。那我们长执会也提出了就是只要是70岁以下都可以来到我们教会圣歌队，和我们一起来用这个诗歌来赞美神那所以大家呢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诚恳还有这个的眼神跟态度了吗？有就是你了欢迎你来加入那就是当你们看见圣歌队的需要呢，就是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好，大家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那欢迎兄姐们加入圣歌队祭司的行列，只要你有兴趣有负担，70岁以下请洽队长陈世一，还有副队长温凤娇。那最后我们来看到会计报告，在114年度我们的结存金是83767元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这个113年呢多了将近2万元。那感谢兄姐们的奉献，那请大家也持续为教会圣歌队的事工代祷还奉献愿神纪念你们，谢谢大家。以上报告。好，谢谢，感谢主。希望更多人一起参加我们的教会圣歌队这是全年无休的。来，敬拜赞美团陈美琴团长。感谢主敬拜团来报告我们看我们的组织大概1到7点，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场次都需要敬拜团的配搭，需要敬拜团的服侍。好，那这里包括我们的敬拜中心，还有主堂、清风去年清风也都还在我们的当中那这边呢，当然也有把 PPT 跟音控。我们把它抓在这边，因为他们的服事跟我们也是比较密切的关系当然，未来新的1年可能他们也会有另外的抓出来的组织跟补助那这个是去年我们的敬拜团的编制，我们可以自己来看。那施工的报告呢，我大概我们在去年呢，我们特别也有办了一次敬拜团的一个大团聚到静园亲子农场，我们有办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大团聚。因为我们的敬拜团其实在教会的服事上很多场次非常的辛苦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重复的服事者在这边的一个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时候我们需要办一些活动，然后再一次把各场次的同工能够做一个凝聚所以我们在3月30号。就是去年我们有办了那个一个大团聚的活动，然后呢，在我们大概去年比较那个有受那个万军的宣教年会的，在敬拜中心那边，他们有办了一个宣教年会的年会，在那边我们也有为他们服事，然后在11月1号，我们也配合普世丰盛机构他们的感恩年会。好，在副院餐厅也带领他们的敬拜。那
去年12月9号，因为我们有参与高雄市的传爱99圣诞嘉年华会所以我们的敬拜团也配合。那在12月9号，我们有到中央公园我们有带领几个同工过去那边绕行祝福祷告最后呢，我们去年呢在12月31号特别我们的那周3刚好遇到我们的跨年，那我们也办了一个配合教会办了一个跨年敬拜祷告会。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的会员也很踊跃的在敬拜中心那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跨年的当中，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样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非常的棒，非常的荣美。我们也真的是将一切的荣耀都献给神以上，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呢去年的收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除了教会的补助款之外，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的收入有一个团服的收入那去年我们有做 T 恤，那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也是要求团员就是有付款有交款，所以我们后来做一做，包括设计费，那我们还有结余剩了2100所以去年的团服是没有给教会负担半毛钱。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支出的部分，我们看到可能要麻烦大家作为一下修正了也 memo 一下了我们看到膳食费49448元，其实这一笔我们我有请会计跟配分干事要把它列出来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的活动费的部分，就是我们3月30号我们有一个大团聚烤肉的活动，那个支出是38640 38640，然后其他的10808这个才是餐食这个餐食就是有时候我们敬拜团配合教会一些特别的特会啦，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有练团的时候需要为团员备便当的部分那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自己自行来 memo 以上。那我也呼吁，因为前面大家都好像都非常需要服侍的人我们也很需要。那你知道我们的团编制非常的大，那我相信只要你愿意服侍，你看看我们教会这么需要服侍的人，一定有你的位置。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说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歌者或者是我们的乐手真的是很辛苦。那我也真的是期待我们敬拜团如果越来越多人愿意服侍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聚会每一场次都能够充满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献给我们的神。以上报告。感谢主，谢谢我们敬拜团来赞美操那个立品团长。我们时间大家要稍微控制一下牧师、各位长子同工，大家平安赞美操的意向是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目前的种子老师总共有10个人，代班的老师有4个人。那我们在莒光公园、都会公园、新泰公园、碉堡公园，还有线上也有赞美操就是这些老师平均分配在这些单位里面来服侍。那我们也搭配宝中教会、新生命教会、鼓山教会，还有这个生命发展教会去推动他们赞美操社区的事工那感谢神我们也在右昌街190号有一个赞美操儿童的读经班，就是希望透过各样的活动来传扬神的福音那我们在去年度也有周年庆的活动，那我们祷告的感动就是要去七股去关怀这些受灾户就是一个关怀之旅。感谢神，就是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去跟七股的这个活水教会做一个连结，好像我们就是在这个传福音的上面更多的与各个教会来做连结那我们去年的滚存金是68890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们赞美操的团队，感谢主。来，1919服务中心邱少帝长老。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看拄则牧师有讲吼，伊来教会这和会已经27档啊。啊，阮这1919嘛是牧师来到这新日啊，已经27档。而这27档，阮拢对着周周了吼，阮的团队吼拢对这个周周了吼，一路上吼拢一直伫遐关怀这社区吼。所以可能足侪人拢毋知影讲1919到底伫遐做啥物？1919就是做上美事。阮去到即个家庭内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即个家庭，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阮的1919就是去到即个家庭吼，有艰苦的，要去病院的，阮就拢有送伊到吼帮助伊去病院，甚至有时啊住院的，阮也甲伊陪伴伊伫遐甲伊斗照顾即个病人。所以1919就是做即个事工。虽然吼，阮做伫足微细，毋过上帝讲，阮就是做伫上大的所在。哦，阮今年吼有即个关怀吼，透过甲个更生团契吼，更生的即个迄个配合吼，阮今年有去到即个9个家庭内底来关怀即个更生的即个囡仔。阮去到即个更生的即个家庭内底，你就知影，伊有诶是吸毒，有诶是创啥，有诶翁仔某也是拢去互人关。甚至阮去到迄个家庭内底，有诶是拢互朋友来抚养。像我去一个家庭迄个更生的家庭去诶时阵，我就拢还袂讲着话讲，我大家讲我是油厂教会透过牧师伫即个家庭内底来关怀伊即个囡仔的老爸老母可能伊的朋友心情看听着拢还袂讲你来这迄个假啦，你毋通来。迄阵我点我拢毋敢讲话所以我就透过祈祷。到尾啊时阵，我就甲伊讲，阮是讲，阮是圣诞节要来关怀即个更生人的即个家庭。到尾啊，因的心就慢慢就撤落的时阵就交代我，我就甲伊讲阮牧师因有去到家庭内底有关怀者，是这是爸爸妈妈写的，讲伊即个囡仔需要啥物物件，所以阮即个1919就用包红包的一个囡仔是500块。所以用这个红包来代替伊买物件，无话讲买鞋啊，有买鞋啊，阮也毋知影讲要大箱啊、细箱，所以就用这500块第二点，阮有食物银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可能毋知影，阮这食物银行是到底伫遐做啥物？阮食物银行，阮每2个月都爱去到红沙领这个食物银行，甚至阮8点半就出门，要到12点。才会当领到即个食物银行，因为拜日拜有个转来到遮，阮就爱个一地分落好，搁用骑机车还是讲驶车去到伊个家庭内底，分对因个家庭内底，搁甲因指导，这就是真嘛。即个食物银行已经有11户，请兄弟姊妹，假使讲你的社区有需要帮助的会当来申请毋过申请也照着即个规定来申请感谢主所以阮即届透过即个1919分即个食物银行，阮今年嘛是有洗礼的有一个洗礼，感谢主。以上我的报告，感谢。好，感谢咱的1919。来，那个曾爱玲社区关怀祭典，请我们叶爱平长老。大家平安。曾爱玲遮相信牧师以及同工拢有已经都替曾爱玲遮讲过曾爱玲是109年第4季来成立的所以到今已经有第6档啊所以真感谢上帝伫遮做伫社会局也是真重视伫咱迄个油厂教会所设立的即个负责即个曾爱玲关怀协会，所以对遮也真支持。所以伫遮咱有足侪活动咱家己规划就好
这是遮呼吁讲，咱的长辈65岁以上，咱会当来参加每礼拜拜2甲拜4，因伫遮的长辈有得到真大的喜乐，头拄啊美玲长老李美长老伫遐有报告，因伫遮也真欢喜，特别伫咧左右因嘛伫遐算啊足好诶。所以咱会当利用拜2甲拜4，咱遮长辈欢迎咱大家会当做来参加。特别伫遮要呼吁讲，咱兄弟姊妹如果有即个负担诶，像无需要再讲，咱也愿意付即个代价，来当来参加即个志工队。阮有更较侪需要咱遮志工，你有欢喜服侍，会当麻烦者。如果有意愿，会当来到找办公室来会诊遮阮即个迄个状元遮来甲报道，这较麻烦者。遮的迄个费用，因为就是有政府的补助，因为这是属社会局，咱是社团法人，所以这是属社会局遮，所以有一个政府的补助。为啥遮咱看遮个财务为啥讲会-3年几？迄是因为在负责现金的保龄长啦，有当遐先付在店底伊先付上万千，所以较变做-，做一些甲各位做一个报告。无可能讲收支甲迄个甲铺啊会无共款，是已经先支出啦，所以无去请，所以是靠即个-遮，这甲各位做一个报告以上。好，多谢咱郑爱玲欢迎咱会当来做志工。最后，请咱的幼儿园志工陈先仁长老。牧师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幼儿园呢，组织总共是连同我是9位的董事，那目前教职员是总共有15位。那我们可以看到第74页的收支报告这边，我们在去年的收入是15481531元，那支出呢是11913832。那在去年整个损益呢是有大概还有结余356万多啊。那这个就刚刚牧师讲的，我们右昌教会是一个无偿的教会，那其实也一直以来都提供我们幼儿园是一个无偿的使用，所以让我们在整个幼儿园运营上都能够从从容容、丰盛有余。所以我们有这些的盈余，我们也愿意说回馈在教会，不管是在我们的硬体或是福音事工，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建堂或者是建筑基金上的一个使用，所以我们都会把我们得胜有余的部分都在奉献回来给教会这边来做使用。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含并去年的一个滚存1300多万，加上我们去年有2笔的一个建筑基金的奉献，那我们目前的结余还有1230多万这边的一个结余款。那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最大的特色我们就是用基督的信仰作为我们的磐石跟根基，那引导我们的孩子在爱和关怀中去成长，然后认识上帝。那园方也会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像去年我们就跟着市府在跟众教会联合举办的迈向真光的圣诞嘉年华会里面，我们透过一些福音真理的一些的见证，也让我们的家长一起来参与，了解说我们幼光对于信仰教育这方面的一个投入，然后建立一些信任跟共鸣。那我们目前幼光呢有开办的是有大班、中班、小班都各2班。那在去年，也就是现在这个学年度，我们也开始来招收幼班。那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家里面有正要进入学龄前教育的孩子们，也欢迎你来我们的幼儿园里面那在这个充满基督爱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园所让你的孩子能够从小经历上帝的恩典，也学习怎么样爱人如己。那我们会透过祷告跟圣经的教导，还有我们优质的这些的教职员的这些的团队，帮助孩子在基督里快乐学习跟成长。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谢良董事长幼儿园去年特别为教会的建筑基金有比较多的奉献，所以我们会看到建筑基专案904万就是都是因为幼儿园有比较多那我们时间已经快11点半，我现在马上要请那个财务检查员来报告。财务检查员那个王永福弟兄，感谢主他跟那个柯亮静弟兄站起来我们谢谢他们他们真的拼了好几个礼拜看我们的账。等一下，没有先报告没有。谢谢各位那个，我想我们那个查账只有2天3天的时间那事实上
各位记账的人员哈，真的是很辛苦。我光是看你们的那个笔记啊，还有你们的内容哦，这叫我们来做哈，事实上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哈。我想，因为大家都是无给职的情况下，谢谢你们的那个辛劳的付出。那在这边就有几点意见哈，就是请大家参考哈，就是说我们这样看下来，似乎哈，就是说有些账事实上是比较复杂一点好，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可能养成一个习惯，是不是每个月哈，你就可以及时的记账，哦，不要说记到一段时间，哇，那这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啦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的账比较多，然后会用到新的账本的情况下哈，下次在查账的时候，旧账本跟新账本要一并付出来，这样我们那个账才有办法一年整个这样子抓下来。那第三个就是说难免会有修改了哈，但修改地方一定要盖章。好，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临时支出要领出来多一点的情况下哈，那个记得单子中都要写，写完之后如果剩下来的话，要记得再存回来，好，这样一进一出这样会比较清楚。好，然后第五点就是说，还是会发现有几个单位哈，就是说在年底的时候，账上面都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现金。好，那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查账就这么1年1次的情况下，在那之前就把它存入账户里面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用下来，钱还不少，就很担心查完之后放在桌子上哈，万一不见了就伤脑筋。好 ，OK， 那就这样子，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永福弟兄啊，他过去在教会以前在我们霍庆新会担任执事，所以他对整个教会是很清楚。各位，我们是受托的仆人。无论你是在做什么，你在做出纳、做会计，请我们务必要看重这个事情，要好好做啊！这些缺点都是常常在发生，因为你不按时做，你就会出问题；你没有按照应该做的去做，就会有状况啊！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好哦。谢谢他们的监察。现在我们这个报告的部分哈。2个要做接纳，第一个是各单位的报告，我们现在这样啊，除了长老以外，你若是执事，你也可以提议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审查通过是经过合会小会了哈，因为执事也可以，不然的话很慢接纳我们刚才的各单位机构的报告了，有提议要接纳，请举手。谁要提议？快一点啦，没有关系。那个刘嘉一提议，谁要复议？哦，那个刘慧敏哈，来，请接纳的请举手。好，好，我们谢谢。来，那个刚才我们有那个永福弟兄的财务检查员的报告，我们也是要接纳他的报告。他们真的很用心，也指出很多我们一些缺点都可以改进。希望我们有提议，谁要提议接纳那个谢应子哈，谁呼吁那个黄安琪哈，来，接纳的请举手。好，谢谢。好，我们就马上要进入我们的议事，主要是2个。第一个是我们要接纳去年的结算，还要通过今年的预算。那在75页，我稍微简单讲一下，我们去年的感谢主，我们的经常会收入有达到1564万2962元，这当中11奉献超过1000万，这是一个很棒、教会比较稳定的一个财务状况哈。那另外我们的总收入是2965万7817元，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幼儿园它的奉献，所以我们总收入将近3000万，是我们过去教会破纪录，应该是最高峰的一次啊。那支出当然我们有结余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部分已经还了附属社600万哈，那个整个我们贷款的都还清了，
所以剩下333173点，但总支出就是29657817，这个是我们要接纳的哈。那我们今年的预算多少？2435啊，2435，我们今年的预算就是2435，收入跟支出哈，大概经过我们的预算小组抓的，每次都很接近的，表示大家抓的是很准啊。任何的预算都是平心心啊，还是要弟兄姊妹牧师讲的，大家一起来，我们就会达成目标啊。好，谁提议要接纳去年的收支结算跟通过今年的收支的预算谁提议？请举手。后面我们水仙那个谢水仙姊妹，谁呼吁？对不起，徐素颖这是呼吁来，赞成的请举手。感谢主了我们拍手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教会就是一家人，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通过，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会超乎我们所想所求。那我们今年的财务检查员要选2名应该是可以连任1次他们才做1年是不是？还是要有人提议的我们现在是王永福弟兄跟柯亮静弟兄，他们做得很好，谁提议？联署会姐妹提议谁呼吁？那个翁公娇执事呼吁，来赞成的请举手，也要举手好，拍手，我们感谢主真的是辛苦他们，但是他们是很忠心的在做这个事情。盼望我们所有的财务人员，若是有受到指正，也不要觉得不好。我们不是专业，但是我们可以更好、更负责。所有的账都一样，绝对是不能拖马上记，马上整理，不要拖太久，我们就会做得很好。那应该存放在我们互助社的，我们互助社给我们方便，整个你要领的方便，寄也方便，因为现在利息没有多少钱方便。那我们有互助社真的要感谢互助社给我们这个方便，希望大家成为忠心的好管家，使我们又上教会有爱心又同心，而且我们有愿做的心，相信神会大大赐我们。好，感谢主，我们听读今天的议录。议录议事一，接纳2025年收支决算暨通过2026年年度收支预算。决议一，同意接纳2025年收入决算为29657817元整，支出决算为29324644元整。2025年结存金额为333173元整。2、通过2026年收支预算为2435万元整。3、由谢水仙姐妹提议接纳和通过，由徐素颖执事复议，经会员表决同意接纳2025年收支决算，并接纳2026年。公姐通过就好了。好，通过。2、选派2026年度财务检查员2名。决议由联署会姐妹提议王永福弟兄及柯亮进弟兄，由温凤娇执事复议。以上。公决通过。公决通过。好，感谢主。好，我们拍掌，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的和会能够顺利召开，愿上帝赐我们。那最后我们
要一起唱圣诗618首。好，我们起立。祝祷，请陈牧师。你们可以平安去，在崭新的2026年，在基督里，在圣灵的引导中，让我们右昌教会弟兄姊妹能合作，男女老幼能同心，我们强壮或是软弱，彼此扶持。让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爱心、信心、同心，使我们同心兴旺福音，让右昌教会能够不断的在这个社区，在我们这个城市，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得救的人不断加增，让你的国度不断扩展。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今天和会到这边结束，默祷散会。